Hello，各位好，我係子凡啊。今日同大家講講咧摧毀富豪嘅完美風暴。嗱，正所謂貧者越貧，富者越富啊。香港作為貧富懸殊最嚴重嘅地方咧，其實要一眾富豪出事係相當難嘅喎。但係這些年咧，又的確出現咗好多因素啊，摧毀咗佢哋嘅財富。等我哋數一數啊。嗱，講到富豪咧，幾多錢先算得上富豪咧？香港大約有幾多富豪咧？記得幾年前寫過一篇相關文章啊。瑞銀聯同羅兵咸永道咧，就喺2017年發佈過億萬富豪報告啊，就話全球有大概1500位億萬富豪，而亞洲嘅億萬富豪人數咧達到637人啊，首次超過美國嘅563人啊。當時我就對傳媒所用嘅億萬富豪呢個咁嘅字眼呢有所懷疑嘅。亞洲地區身家過億，點會得幾百人呢？淨係計香港都唔知幾百個過億嘅富豪啦。香港上市公司都千幾隻，銅鑼灣地鋪啊、麥當勞道啊、山頂道啊，求其搵個地址都過億㗎喎。即使呢個億萬富豪係用美元去計算呢，都應該唔止啦。後來我讀返原文個出處，就發覺億萬富豪所指嘅係擁有10億美元嘅身家 billionaire， 咁即使呢化做港元就78億度啦。咁樣嘅認知就差唔多啦。嗱，身家達到78億港元呢，就可以成為富豪嘅級數。投資考慮最着重嘅已經唔係資本增值，而係資產安全同埋資產配置。咁資產配置咧，最出名嘅就係 Benjamin Graham 啦。佢提到股票同埋債券嘅比例，按市況高低去調整股債嘅比例啊。坊間咧亦都有啲金融機構推行按年齡調整嗰個股債比例嘅。例如70歲就應該投資70% 嘅債同埋30% 嘅股票。咁富豪嘅資產配置考慮咧，當然有更多資產類別嘅選擇啦。其中一個就係房地產啦，債、股、房地產三個投資類別，資產配置呢啲簡單概念咧，富豪就可以請一組人幫手打理下咁咪得咯。咁富豪佢哋咧更加能夠接觸到普通大眾冇資格投資嘅項目，贏面就相當大嘅。但係呢啲投資項目近年發生咗咩事呢？債券方面咧，直債入場門檻本身已經好高㗎啦。咁富豪更加有機會成為少數嘅核心投資者。可惜啊，佢哋唔少就買入咗大量嘅恒大債券喎。有傳一個富豪飯局入邊咧，同台嘅超級富豪加埋啊，總共買入咗超過1000億嘅恒大債券。咁大家之前聽過啦，恒大雖然未正式破產，但係實際上呢啲債券同廢紙有咩分別呢？好，另一個資產類別就係房地產方面啦。普通市民會諗緊就買3兩間物業收下租咁啦。而富豪咧，可能係擁有成棟嘅商業大廈或者地鋪。近年就零售疲弱啦，加上消費習慣改為網購為主啊，令到商鋪價值下跌。一眾業主咧就好頭痕啦，亦都好困擾，尤其係運用槓桿嗰啲業主啊，更加麻煩。一方面又加息令到成本大升，另一方面減租壓力又令到估值下調喎，隨時觸發銀行 call 窿啊！而空租嘅話又冇現金流。咁股票方面呢，咁大眾通常就買下普通股票啦嚇，富豪呢就可以操控嗰啲莊家股喎，本應就買賣兩贏嘅。可惜香港股市持續低迷啦，係最近呢幾個月先好返啲。咁近年呢，
證監大力打擊買賣殼呢啲咁嘅財技活動啊，股市就一潭死水，唔少富豪揸住好多莊家股㗎嘛。過往呢，利用財技就賺咗唔少錢，炒高股價再按股套現之類啦嚇。如今呢，因為市值大跌啊，加上加息因素，以股抵押槓桿呢就唔係好得啦。咁財富到達咗呢一個咁嘅級數，其實早早就上咗岸啦。喺資本主義富者越富嘅法則之下呢，呢啲富豪嘅身家食十世都食唔晒，要將佢哋拉落神壇呢，談何容易呢？事實上，歷年風浪都好難傷到佢哋，佢哋相對普通市民呢，永遠有優勢。乜嘢風暴啊、海嘯啊，全城輸大錢呢，佢哋都未必大輸嘅，甚至乎有機會賺大錢添。然而啊，以上呢啲高端嘅投資項目全部出事啊，有啲甚至去到 total loss 嘅程度啊，令佢哋跌得比普通市民仲傷。呢個完美風暴實在百年一遇，相當罕見。呢條片分享到呢度啦，拜拜。